大家好，今日嚟到薩利亞食晚飯，自助攞飛，等候安排入座。先睇下餐廳環境，通道闊落。呢間連鎖餐廳係好受學生同外傭歡迎嘅，今晚我都嚟試下。自助飲品吧，無限添飲，成人每位收費13蚊，小童8蚊。汽水機、冰粒、免費熱水及過濾水、各式茶包，仲有咖啡機。睇到呢度，歡迎未訂閱嘅朋友先訂閱再睇片，多謝晒。已經訂閱咗就唔好再撳啦。座位環境，自助點餐 QR code， 餐廳提供1小時免費 WiFi， 亦有餐牌、沙律、冷盤及小食。呢啲係餐湯，仲有白酒、紅酒、肉類、烤焗類、多利亞。餐廳極推介酒類，必食主菜披薩、意粉、麵包同溫泉蛋、鐵板羊架、魚及豬肋骨、扒類、各式蛋糕、甜品。我一段時間冇嚟，睇到呢張餐牌有啲驚訝，好多酒類同埋食品配搭推介，食物種類多元化。落咗單，再出去睇下其他餐廳環境。出餐位置，自助調味料、餐具、煙三文魚沙律同周打海鮮湯上枱啦。沙律菜好新鮮，冇生鏽色。個人覺得煙三文魚顏色太紅。撈勻沙律醬先，周打海鮮湯，湯面嘅香草上枱前已經落咗。濃稠適中，紅色係紅蘿蔔粒，湯唔太鹹，但係飲唔到海鮮嘅味道。沙律生菜新鮮爽脆，煙三文魚係正常嘅煙燻味道，微鹹。車厘茄唔酸，沙律味道正常，好味。煙火腿披薩鋪滿火箭菜，切開4件先，切嘅時候比較跣碟。
鐵板羊架煎香咗，睇落好靚，有薯粒同粟米粒半碟。披薩切好，餅底比較薄，有鹹味。煙火腿都係微鹹，總括嚟講係鹹咗啲。羊架全熟 ，juicy， 有調味，冇羊騷味，冇渣，屬於呢間餐廳其中一款好食嘅菜式。薯粒粉、粟米粒飽滿同甜，墨魚汁意粉，黑到見唔到墨魚圈，意粉軟腍適中，調味可以，熱到出煙，揾墨魚圈，揾到，但係好硬，挑戰我嘅牙力。呢碟墨魚汁意粉整體係可以。西式酸菜魚、煙三文魚菠菜意粉，睇落大大份又足料，顏色有層次感，有魚有菜，係我鍾意嘅食材配搭，都屬於好味。芝士粉要另外加收5蚊，唯有加啲小辣椒汁，一樣咁好味。睇到酸菜魚呢塊魚柳，即刻冇晒胃口，或者我已經食飽咗，即管試試。魚又腥又霉，顯有沙，係唔辣但偏鹹。勁後悔點咗呢個酸菜魚，又要出去斟水。熱水，下次應該先放冰再加水。食飽，總結下。沙律新鮮好味，湯一般，勝在唔太鹹，意粉有保障。羊架有水準，算係好食。薄餅比較鹹又唔熱，紫薯一般。可以接受，酸菜魚就完全唔得。雖然最後都食晒，但以後一定唔會再點。服務就一般，員工雖然唔係冇禮貌，但係我哋未食完，竟然收晒我哋嘅碗同刀叉。本來就冇加一服務費，所以我都冇過分期望。雖然餐牌有蛋糕同甜品，但 QR Code 完全落唔到單。最後再出去甜品店食甜品，出去埋單，職員同時一身兼多職，要等一陣先過嚟幫我哋收錢。一個湯6樣食品，冇齋自助飲品吧，埋單284，人均消費71蚊，平過茶餐廳食晏。有機會會再幫襯。已經嚟到尾聲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